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午后，有一种画面还未变成历史，有一种岁月离咱还无足久。日头小可偏静西，困斗的气氛充满伫庄内。河顶骹迄几只鸡仔，春暗滚，咕咕咕叫起来。阿婆是要出去，也是才对菜园仔转来。久久的身影，行过巷仔底的破厝遐，慢慢的脚步，无对时代盘算。园仔、市场甲古厝，是伊全部的生活。有一种岁月，离咱愈来愈远。苍母做的记号，亲像遥印伫古早的残砖。时间交替出年代，徛厝愈新愈气派。有时挖一个头才知，细汉的记忆，其实还踅伫迄大片旧旧的庄稼内。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3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午后。顺入去，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午后这首诗，我创作的因缘是因为伫民国102年的时阵，102年高雄美术馆找来，阮高雄市的美术馆找来，讲103年就是第2档，高雄美术馆因有一个高雄美术馆的20周年庆，那因选一寡因的收藏品、艺术品要展出，要做一个纪念，互大家人去参观。那因邀请一寡诗人，写国语诗的诗人也好，写台语诗的诗人也好，安尼吼。那因指定我根据300图画作去甲题诗。那其中有一幅就是陈甲上校长伊所画的午后有好。那迄个画面就是伊讲尾仔，阮见面，伊咧甲我讲，伊是安怎画幅图，就是讲伊伫台南的六甲顶遐，去翕相，巷仔内底有迄个古厝，迄种气氛介好，伊伫遐翕的。迄个时阵拄有一个阿婆安尼行过，厝的头前涂骹有几只迄鸡仔安尼，去甲迄种中昼的气氛，有的人咧困，阿婆搁伫遐行路，迄几只鸡仔伫遐咧叫。迄种气氛，伊去甲画落来。所以这首诗内底，你着看会出来讲，我所写的什么阿婆啦、什么鸡仔啦、什么破厝遐，拢是根据陈甲上校长伊一幅图，我去甲标出来。那出来的时阵是安尼，伊我那被邀请出席，爱看到我，伊就足欢喜。伊讲。我将伊要表达的迄个气氛拢有表达出来，安尼其实是安尼啦陈甲上这幅图引起我为千分做一首诗。其实这首午后表面上我是写陈甲上校长伊的图的迄个意见，但是因为我迄个时阵所徛的厝是照住伫千分因的古厝，因的古厝就是5间遐厝，5间遐厝是伊细汉出世
一直到初中的时阵、国中的时阵吼，伊咧困的所在，吼，伊咧伊细汉大汉的所在安尼。但是有一天到伊国中2年的时阵，伊对学校转来到厝的时，伊发现因厝的5间遐厝拢关掉啊，干那剩倒手边的护梁、春秋啊，然后有2间厝一间厅，啊，甲一个灶骹，剩遐尔，剩的拢关掉起来，因为安那因咧翻新厝，但是大人拢无甲囡仔讲，啊，伊拢毋知，伊迄个早要去学校，伊个毋知影讲，伊下课倒来了，伊咧徛的厝，伊足有感情的厝已经去关掉了。所以午后这首诗啊，第一感谢高雄市的美术馆，因邀请我为陈家上校长画作来题诗，那嘛完成了，我想要替青云写一首甲古厝有关的诗，非常感谢因。来，午后这首台语诗内底，我有用到湖顶骹迄几只鸡仔，吼，湖顶的顶，我无写一般人的倒边一字少字，正边一字一定的定，我无写迄字吼。为什么？因为迄个无湖顶的意思。湖顶大概这字木字边，就是讲可怜的怜，倒边的竖心啦，吼，倒边的徛心、抱心这个，你甲换做木字边，这较是湖顶，伊较是有湖顶的意思，安尼吼。所以我选择这个。过来，久久的身影，行过巷仔底破厝遐，吼。来，久久这个久，伊本底伊就是会意，还有迄个音。第一，伊内底有一字旧字，病壳内底有一字旧，诗句的句。这个伊就当念作句，还有这个句，你若甲单独定出来，它是可以当成勾弯的意思，弯翘的意思。所以久久的身影，有足侪人会写久笔，久甲笔迄字久，安尼，迄嘛是会使安怎讲？因为久伊本地伊的脚趾片，伊就是拢起来的，但是我是讲因为这久这已经是变做一个病态啊，人老啊嘛，总是身体会小可变形，所以我尾仔选择是用这个病壳这个句，你若讲翘句，就是曲，歌曲的曲，迄个你若讲曲歌，用这2字就是咱台语在咧讲的翘句。有一种岁月，离咱愈来愈远，苍母做的记号，亲像也印伫古早的残妆。上日咱邀请高雄的文史专家蒋英雄、谢荣祥老师为咱来讲解台湾民间苍母的信仰。每年的七娘妈生呢，7月7日呢，除了拜七娘妈以外呢，嘛搁爱拜苍母。苍母就是呢，守护这婴儿囡仔的一个保护神。那拜苍母的时阵呢，一般来讲，第7月时啊，拢会麻油鸡酒、甲油饭、挂金、保家衣、4黄金，用3香呢来甲伊拜，但伊袂使拜伤久，上最差不多20分钟。一般是3分钟拜了后，就会使摕金纸3拜了，甲伊挂金。为什么20分钟以后就爱甲伊收起来？是讲惊苍母呢来挺成这囡仔。所以一般来讲，伫咧16岁以下，伫中国是15岁以下，拢有咧拜这苍母。但是伫中国迄边呢，佫有咧拜苍公。苍公甲苍母呢，有一讲是周文王因翁某，因为周文王生霸主。那么伫民俗的民间信仰内底，其实苍母伊是伫咧器物甲俗物的这种信仰。所谓器物事物呢，就是讲门、户、井、灶、钟、六、床、
即种诶，就是叫器物俗物的信用。有时挖一个头才知，细汉的记忆，其实要细伫迄大片旧旧的装下来。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凤珠老师写诗，赵英雄老师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